大家好啊！今日我呢一集會集中講下呢鍾海瑩多少少嘅背景啦。咁鍾海瑩呢就喺中年好聲音3嘅30強止步啦，不過呢就仍然獲 TVB 賞識去拍一啲嘅旅遊節目啊、養生嘅節目啦。咁我就會講少少佢嘅背景先啦。佢就被號稱為呢一個呢中年好聲音3嘅喺女士入邊嘅顏值擔當喎，2個小朋友嘅媽媽嘅顏值擔當啊！嗱，我諗應該冇乜人反對啊呢個，我覺得佢仲靚過入10強啊，靚一定靚過黃渤子瑩啊！真係樣啊，真係冇得説嗱。不過佢其實我睇翻佢啲背後嘅童年生活就令人都幾心寒噶。鍾海瑩呢就現年40歲啦，咁好多人叫佢做車仔啦。佢嘅爸爸媽媽係聾啞嘅人士啦，咁父母離婚之後呢，就曾經寄居喺兒童之家，而家就藝人何基佑嘅太太啦，兩個人喺2011年結婚，亦都係基督徒嚟嘅。咁車仔同埋何基佑呢，就有2個小朋友，一仔一女，個仔嘅叫何清怡啦，個女就叫何珊娜。喺舊年呢，就參加咗 TVB 舉辦嘅中年好聲音第3季，成功入圍100強，喺30強止步啦。今年就更加咧同呢個 TVB Music Group 嘅唱片公司簽咗約嘅。簡單回顧一下佢喺電視台前嘅演出啦。18年嗰陣時咧就擔任過呢個港台電視31台手語聯想曲錄嘅主演啦。介紹下呢個節目，簡單講下啦。呢個節目就係由日常出現嘅場景入手，去講解唔同範疇嘅手語，而場景呢，集中就係捕捉聾人同健聽人士喺演講上搭唔上嘴嘅一刻啦，用電視媒體獨特嘅設計去講解手語，試圖打破兩者喺溝通上嘅隔膜。其餘嘅主演呢，就有麥長青同埋朱子欣嘅。鍾海瑩就喺最左方啦。都同佢嘅背景上，爹哋媽咪嘅背景上都幾吻合嘅。即係原來佢18年就已經喺港台度出現過咯喎！真係都有少少玄機啊，都唔係冇先兆㗎。好啦，去到舊年9月就開始參加《中年好聲音》第3季啦，就比過2次賽啦。第一次就係100強到60強，第一次就係唱呢個 JW 黃浩兒嘅矛盾一生啦，當時就拎到3燈啦。嗰陣時周國峰 Sir 就最尾就俾埋嗰1燈佢，順利進入60強。去到第2次出賽就係60強進30強。第2次就係唱呢個莫文蔚嘅他不愛我，一盞燈啦，都合乎我預期嘅。即係雖然佢樣真係靚，但始終比賽都係講一個唱功個表現。其實我覺得鍾海瑩車仔個唱功呢，就係一般般，比較遜色啲，即係中庸咯，即係唔差唔好咯，即係可能即係佢唱歌嗰啲高音呢，好多時啲喉嚨緊咗佢放鬆唔到喉嚨唱高音嘅時候好緊，即係唱高音嘅時候就比較嗌就比較刺耳啦。係啊。最終用呢個1燈同一3燈之差就不敵呢個林立峰啊！最後挑戰就失敗啦，就30強就止步啦。不過呢，雖然佢止步咗，但係可能呢 TVB 見佢個樣又幾好，嗰個 image 嗰個顏值又幾好喎，即係都可能都升任做呢個藝人嘅職位，所以就去到今年嘅4月就有個 job 接就係喺 TVB 嘅就做呢個嘅養生之旅嘅旅遊飲食節目就呢個節目呢，就係將養生嘅學問啦，結合旅遊嘅行程，探索多個地方不盡相同嘅養生奧秘啦，亦都呢會發掘在地民眾嘅養生食材美肴啦，
而呢一個節目咧，亦都會邀請一啲嘅中醫師啊、大學嘅學者啦，透過中醫嘅醫理啊、科學等角度啊，解説各樣嘅相關養生嘅智慧啦。咁啊，其他嘅主持就我冇 show 晒出嚟啦，就係有陳偉啦、黎諾懿啦、曹永廉、尤嘉欣、文海婷、星夢嘅啦、陳嘉慧同埋中年好聲音2嘅黃學林啊。咁啊，其實我覺得呢個節目都我有唔同嘅集數 keep 出嚟嘅，因為我見佢啲拍攝角度幾靚嘅，即係佢影到佢好享受嗰個感覺嗰種，尤其是左下角呢張幾有魅力個眼神，好享受，同埋即係好似右上角呢張啦，賣晒廣告咁樣，好似之前有一個廣告咧就係好似開遮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佢做緊一個耍太極嘅動作啦，喺一大片平原度做緊一個動作啦，去強健體魄啦，去做一個宣傳咁樣啦，好似我自己覺得咧，阿車仔咧就好似同阿偉哥樣幾似，即係幾似樣，係啊，不過就好似一個後生版嘅陳偉，但係好似一個即係點講咧，即係近排啲人以前坊間啲人都話阿蔡潔啱啱出嚟做嗰陣時就好似陳偉個樣，咁我就覺得阿車仔就好似係陳偉、尤嘉欣同埋陳嘅混合體啊！真係蔡潔啊，係啊，真係好似咧，一平排埋一齊個樣幾似嗱，髮型啊、身材啊，神韻就未必好似，不過個五官都有啲似啊，所以就即係我覺得 TVB 安排俾呢個 job 佢做，其實真係視覺上啊，一個年紀上啊都冇乜違和感。佢有兩個，一個仔一個女啦，都算一個家庭主婦啦，同埋佢個樣又夠靚，有一個話晒做過 model 都出過街，同埋即係佢自己都有一種可能 TVB 睇中佢都符合呢個要求，都條件上都幾符合㗎。一個主婦啊，佢即係佢拍節目之餘，佢都可以吸收到佢親身吸收到好多養生嘅知識啊，即係對佢嘅健康都係一個額外嘅賺咗。佢可以透過拍呢個節目去到佢自己同人講之餘，佢自己更加去親身體驗到，去試一啲嗰啲食材啊，去體驗好多嘅嘢啊，佢親身得翻嚟體驗，真係其實佢真係，我覺得 TVB 真係好賞識啊！佢真係係啊，雖然30強止步啦，但係即係唔係話唔入三甲，你有時名次未必緊要啊，有時反而咧你唔入三甲，你更加可以好多 job 快啲有 job 接啊！入三甲可以有時仲遲都唔頂啊！即係嗰陣時好似阿譚輝子喺上年攞完亞軍，去到唔知今年先至入到愛回家，但係諗下金海今年幾快決賽完咗成1個月都冇，個幾禮拜即刻就話睇中佢一啲有啲堅力咁樣，可以啲綜藝啊就去做，即刻安排佢做愛回家啲角色啦。咁啊，所以真係好難講，有時真係啊。不過我自己覺得 TVB 嘅決定係明智嘅，即係我唔係話就佢想走，但係你唱功上佢真係阿車仔未必係一個，未必可以話好優秀啊，或者可能阿黃博尚未必好似唔及大魔頭啦，唱功就一般咁，但係咁 TVB 收咗佢之後，但係都繼續俾 job 佢做，可能其實都未必係件壞事，反而有時你得個樣咁，你繼續留住佢咁樣，反而就即係你唔使蒙受住一種太多人嘅批評嘅輿論，即係你早走咪一條好漢咯，係咪啊？即係咯，所以就有時都未必有壞事嘅，咁啊之後睇下佢繼續都觀望下佢之後有冇其他節目、飲食旅遊節目做啊，或者會唔會有其他 job 啊、拍劇啦，咁啊值得去留待觀察一下嘅。
去到今年嘅5月11號就係決賽啦。根據過往嘅賽程啦，我哋可以研究埋呢一個時間線，追溯到舊年9月1號係中年好聲音3嘅正賽第一集嘅播映，去到今年嘅5月11號就係決賽啦。根據過往嘅賽程啦，4月20號係10進9， 4月27號係9進8，而5月4號咧就係8進7，去到5月11號就係7強嘅登峰之戰決賽。而養生之旅呢一個節目咧就係今年嘅4月21號首播，總共咧係10集嘅，逢星期1至5平日嘅晚上10點半播出啦。去到5月2號就播晒㗎啦。所以換言之咧，養生之旅呢一個節目咧，其實係喺中年好聲音3嘅準決賽期間嚟播映嘅，並且喺呢個8進7同埋登峰之戰決賽之前咧，已經係播映完㗎啦。而家咧，我都見上 Instagram 睇車仔嘅 IG page 咧，都講緊佢自己而家預備緊紅白大戰，咁就話跳舞唔係咁勁，咁就要去再排練下，咁希望可以發揮啦。大家有啲咩意見補充咧？歡迎大家去留言區度留言嘅，多謝。